培雕艺术大师叶发源是伫个桃园的庄卡大汉的，伊甲对台湾的乡土情怀融入于作品内底。特殊的工艺得到国家工艺1等奖，经济部嘛甲伊的作品当作礼物送予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。今仔日的国宝老师傅。 加水之后打下去，它就形就会定在那。一般的皮雕是甲背面的皮用钢箍刻挂线条，呈现无共粘出的效果。叶老师搁再利用皮革春秋的特性，就会当甲背面的雕刻转化做立体。 皮革具有可雕可塑的特性，而且它是一种好像有毛细孔、有体温，一般的那种材质，所以在创作上的话，可以说多做一些比较写实、精雕的效果的作品。伫学校学的是电机，出社会做过水电工，不过也是坚持对艺术的执着。投入皮雕的第3档，叶老师爸爸有问过伊，你敢若会晓做，袂晓卖。后来调整作品的风格了后，愈来愈顺利。 伫桃园大溪大汉的庄卡囡仔，产生印象就是创作来源，加对台湾大自然的乡土情怀，透过皮革，亲像真的真实还原。不管是刻画农村的人物，也是保护圆润的金龟，或者是一只残 A 石鼓的透明感，伫皮雕世界30档国内外得奖无数。若是这件可贵的作品有真深的意义，也个被经济部选做礼物送予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。 其实艺术创作是辛苦的，是满足跟挫折相互交替的过程。你需要有耐久的毅力、长久的奋斗及一股无怨无悔的洒劲，但是你也要懂得经营行销，你才能够持续的走下去。像这件作品，传统的秤腿会当自由的山顶动，伊的用意号名叫做“清新如意，左右逢源”，有人特别来订做，那是因为伊的名有好吉利，嘛为着叶老师特殊的精致工艺，长时间伫强光的作业，50几岁就因为目睭开刀，叶老师以100万卡步拢无停落，就是希望会当予台湾这教人无共，以种不同的工艺继续发扬光大。